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4月初8，哥罗西書1章13到14節安尼講：伊救咱脫離黑暗的關係，甲咱帶入去伊所疼的囝的國度。咱對伊的囝得到救贖，罪得到赦免。三個來祈禱，救阮脫離黑暗關係的天父，阮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聖潔甲公義的上帝，你公義的光遍照全地，罪惡甲黑暗佇你的面前完全無地通秘。主啊，總是阮常常無愛就近光，反倒轉歡喜行佇黑暗，甘願佇罪中來行，直到陷落佇死蔭的地，驚遠就滅無。主啊！求你，互阮無閣行佇黑暗的地，互阮通往光明來行。救贖的主，感謝你藉着耶穌基督佇十字架頂的體恤，互阮通脫離黑暗的關係，甲阮帶入去你所疼的囝的國度，互阮對基督得到救贖，罪得到赦免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